喺大家印象入邊，古埃及文明等於金字塔、法老同黃金，但係其實真正支撐文明千年嘅秘密係數寶。3000年前 Wilbur Papyrus 已經記錄咗尼羅河中游大片土地、地主、地類同產量。專家根據呢一份稅冊估算，寺廟池地大概佔全國耕地超過1成，而部分地類要交出大約30%收成作為稅收或者地租。資產、產出同賦稅就咁被串連成一條可審核、可追蹤嘅經濟鏈。就連工匠村都有數簿，人工、口糧、延誤，樣樣都有記錄。歷史上第一場工人罷工就係因為遲出糧引起，可見有數可查，先有權力平衡。再早啲，舊王國時期嘅 Abuser Papyri 仲記錄埋祭祀值班表、供品清單、庫存同埋許可文件，等於將人物流程都落冊管理。早期嘅行政治理加供應鏈概念喺呢個時候已經有晒雛形。至於古埃及人用嘅 Dibon 就係一種等值單位，可以將穀物、金屬甚至勞力統一換算，變成可記帳、可比較嘅標準。即係話佢哋早喺幾千年前就開始做緊資產標準化。真正嘅理財智慧唔係砌石頭起金庫，亦都唔係點樣不死整木乃伊，而係建立可記錄、可核對、可賦稅嘅秩序。數寶先係致富關鍵。Follow我哋了解更多。